台中后里一个姓洪的查某人哦，伊利用网络来开发毒品的新人客，要交货的时阵，佮会杀一个接货过来囡仔出现。警方伫去年7月当场甲伊抓起来，嘛发现讲有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等毒品哦。今年1月互起诉，这个囡仔嘛已经先交互其他的亲戚朋友去照顾。社会局嘛表示讲会来调查，看讲这个囡仔敢有受到毒品的危害。一个姓洪的查某人和客户完成交易，拄想要杀洪的车离开，就随后卖互警方抓起来。原来两个人交易的是毒品。我就剩下这些东西而已啊。这下什么？这什么钱？啊？这什么钱？就是我们2个合资要拿东西的钱。拿什么东西的钱？拿海洛因的钱。海洛因的钱呀。警方随甲查某人带去徛街敲吹，除了敲到海洛因，还有安非他命等毒品，还有食到的工具和交易小铺。警方发现，带后里姓洪的查某人伫线顶找毒品的买主，对方若确定要买，就杀洪的车，还有一伙外的囡仔，掩护毒品的交易。一个姓洪的查某人辩讲，是因为翁财收入无稳定，才来卖毒。红线的犯罪手法都是先把毒品藏在婴儿车里面，然后再把小孩推出来当作掩护。那等客户抵达之后，他再把毒品从婴儿车里面拿出来交易。警方去年7月将伊抓起来，检方今年1月以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，伊的囡仔目前交予亲戚来照顾。台中市社会局表示，会查明毒品敢有对囡仔造成实际的危害，也会厘清敢有违反儿少权法。医生也表示，若准老母有食毒，囡仔可能会产生戒断的症状。观察小朋友的第一个是他的体重状况，他出生有没有体重偏轻，然后还有没有一些神经发育的问题，就是比方说头围偏小啊，或是脑部发育不良的状况。那再来事情就是观察他有没有戒断的状况，比方说他吸奶的能力不好啊，或是呼吸有抑制。医生表示，若准囡仔产生戒断的症状，抽血确认有毒品的反应了后，就会予伊适当比例的药仔治疗，也会评估对心理的层面敢有需要接受辅导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